帮其他都几万。哦，那得鼓掌你啷个用？叫我说帮连三连庄有的。哦，可以啊。他说我们专门说哪用啊？哪得来的嘛？那我得修了别了没？哦呀，跟他好过啊。哎。我这小么的帮我多过一的。多谁没问你？我啥老高的？你既然我那小了，帮我就马上检测的加三用，检什么金币几的小东西呢？多这一的。可以啊。俺们这看完没眼的嘛？咱们那家来睡觉，俺婆婆这里没到了几月了。咱们明年嘛，带你们瞧到这来啥新鲜？俺那边来啥没土上起不上这个三个小个，咱们那就起个月噻。他不过知道呀，我都听到现在那跑马来现在下班那多工作，没么子，没听。那就这样没有啊，工作的位，劳动者有那个。你都是干什么的呢？很高兴的，你写起来你，看完了的哪个没笔记的喂？咱三个小个那么中途教育呢，俺们的养劳动教育呢，好过他好嘛说，他拿在工头去养工嘛在行，身边休息的不管。你看他，这听呢，可有种子味道是当干的是哪个来那个我的？呀，这多，搞什么多工作？我姐子，狗子来学的，把他们家一个下去，你帮他这个工作。啊，好不久哎，别点噻。我真的求过给我，也当我爸爸看我听就是现在西装打了就开始笑了，听着你也帮我引导呗，你给听讲是吧？喂，舅，是。我那呀，我现在是把我带去了。你？他干啥的？你今天公司了，你公就的。他看我点点下去，是不是点点我嘞？是这个点的点吧。爸爸。他看着我来了。求吧。求哪有嘛？当我那看我听不中意的，叫不得你。叫去。看我儿子。西藏。西藏哪有吧？哈糊涂哎。哈过呢。俺们我们家干啥？同样没那买西藏噻。是的。西藏我们的吧，听说咱们下过哈不干就我们那个6月份是了，羊汤月份是了，这几个的，俺那包走了到那年下就着行的，小军的嘛的你。他过来一句。这些都拿牙儿子去的。多年了，年下你知道？哈我嘛留着行了。哎呦，爸爸。这哪天你看看布就是干到了西装过来没对的。黄子他把我都你看了，黄子你嘛压个尖叫的意思了哇？压的。把你嘛滚过去就小尖叫的没着。这不东阳嘛的，这不东的，啦是留下的，去了没？是那个牛啊。他什么这个？我说你什么是搞的？下面你把我你把路老顶大走的，很多样我在下面听不哪的你。你还有要花呀你？对是老三了好呀你，老三那个就在那3个高楼呢。爸爸。老三来天天开车哟的。你把你把进来呢？他花2个主意。你们你们的人工在里面着？出去了。他嘛，他那天重庆怎么吃过怎么来着去过的？这些都要儿子去的。要儿子哎。要儿子肯定进不了白的。被人抢钱呐。俺看我一丢上吧。